我係隸屬東九龍重案組情報科嘅嘉榮武。幾日前，因為嗰個小朋友突然間隱咗形，你明㗎啦，年輕人。而且暑假來臨啦，亦都係青少年好容易誤入歧途嘅時候，所以我要教一條方俾大家，就係千祈唔好食呢一個毒品。逢係毒品，有好多人想身材靚啲，或者苗條啲，或者大隻啲。毒品只係會令到你情緒好高漲。如果你唔食毒品嘅時候，你情緒突然間又會好低落。唔好以為做運動嘅藥物係100% 好啊，即係等於肌氨酸同埋分子氨基酸一樣。而喺 K 仔同埋有一啲白粉嘅成分，好多時都會採用呢一個肌氨酸或者E仔所謂嘅 ecstasy，去令到你情緒高漲，而從而覺得哇好有爆炸力，但係長此落去係唔 work 嘅。所以懇請呢一度各位年輕人要記住，唔好誤入歧途，同埋奉公守法。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嘉榮武。